作也是受到我们歌坛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才子王力宏。我儿子长得就有点像。你说他的每一个儿子都很帅，对，都遗传到爸爸。好，对，然后就是因为喜欢王力宏，自己接。闹热大擂台，闹热向下來啊！咁我們前來輔導兄弟姊妹，大家好，我係羅時豐嚇。大家好，我係個聽心客。係今日鬧熱大擂台第17季6強積分賽嘅第3禮拜。第3禮拜後邊還有20人禮拜。你學白講，總共要當6禮拜，聽聽。總共要6禮拜啦。係啊，而家嘅第3禮拜，所以還有一道禮拜。還有一道禮拜，還有一道禮拜。還有一道禮拜啊！今日一道禮拜去啊！冇才過，係上禮拜。係3禮拜，所以嚇，希望後輩甚至較模糊嘅朋友嗬，唔係太假鬼好嚇。係啊，較模糊嘅嘛，較模糊嘅潛水朋友嗬，較努力達標嘅嗬。比賽之前就介紹下你平時先生嘅。係呀，大先生，請這個先生，請這個先生，羅這位先生。我看看先生前面有冇全部當好一堆乜嘅東西啊？唔係一堆，一開。一開。應該新專輯啊。哦，你新專輯啊？是，可以播出來聽聽嘛？是播出來，現在怎麼播啦？裡面好像我看到有2塊，對啊，又有 CD，還有什麼 DVD 哦。對。好啦。今天比賽之前，哇，我們不得了！我們今天節目請到一位大來賓啊，哎呀，歌后級的，我對他真的非常的推崇，哇，怎麼說？就是本人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哦，真的沒什麼，一點藝人氣息都，沒有。然後經過一個很普通的一個小女孩，對，瘦瘦的，一上台，一唱歌那個渲染力就不一樣，真的哦，一定要來欣賞一下哦。分享金曲歌后曾雅君。春天的一條髮，去年是寒茶，突然老散發。
在都油腔豆的呢，那节目会永偏呐。听到亚军冲国位，有一种想要回家的感觉。哎呦，为什么？真的醉了吗？太久没回家不是是？听到你唱歌，我就想回家哎，想叫累啊，就想念家里的沙发，叫累啊，叫累很。舒服啊。我是第一次在，就是他那个时候得到金曲奖那一次，我刚好在现场。哦，哎，我要在现场，哇，我就惊为天人。怎么说？哎呦，我们客家界竟然有这么特殊、这么奇特的一个歌手。所以那真的，我觉得特别开心呐。真的，所以你看后来站起来我们，欢呼。哎呀，我们后来你看客家创作歌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杰出，非常的棒。真的，好好的介绍一下。太棒了。哎呀，他的丰功伟业真的竹繁不及备载，很多嘿。那需要讲个3天3夜，这个节目不够啊。真的要同他来介绍啊，曾亚军，我看下是哈，这样模样呢，其实东有才华，东站。北埔的客家人，是新竹北埔客家人，德哥講佢溜誒，講佢溜，哦講佢溜一嘅翻啊，就冇辦法嚟咯。哦，冇辦法唔怕，你就吸煙好好介紹應該唐人西咯，唐人西啊哦，金曲獎得過2屆，你有做讓他講下唔怕？哎，講給你，你有沒有講他嘅節目？金曲獎得過2屆，同冇？係錯。哦，你對韓式5、6年時間就可以是創作。想要創作也是受到我們歌壇的一個非常厲害的才子。哦，他的風格啊？王力宏。王力宏跟你的風格真唔曉嘅啊。冇乜嘅唱啊。冇乜嘅唱。其實歌路同嘢感覺冇。我啱講，其實吼，佢嘅專輯地位當到嗰種咩主打歌嘅歌曲，然後大家聽到係冇共樣。哦，因為他的曲風很多元化。對。他一張專輯裡面各個曲風的歌曲都有。因為佢自己本身有寫歌嘅創作嘛，係啊，所以佢嘅專輯當到冇。人又帥又優質哦。對呀，我兒子長得就有點像。這句話用意是？沒有，就是意思我兒子也蠻帥的。好，對，很帥，對。他的每一個兒子都很帥，對，都遺傳到爸爸。好。對，然後就是因為喜歡王力宏，自己接，就覺得因為太喜歡這位歌手，覺得他怎麼那麼厲害？因為本身會寫歌，會寫歌曲，又會動到樂器，會鋼琴，會打鼓，又會吉他嘛，個都曉啊，就容易按強嘅面哦，係啊，容易按強嘅，又當好嘅歌曲就當好聽過，但是真係想講我想要跟偶像共用，我想到去共用，所以我是可以去那愛媽媽寫去這買不愛個電子琴啊，我是可以去寫歌曲，我是嘗試啊，就是嘛沒講寫幾好啊，有咩是高啦，是寫可能。其實蠻幾多朋友敢講一個，從華語界有按到好嘅歌位可以衝走，做嘛個偏偏現在講嘅客家歌，這個客家項目，既然就從細就開始搞音樂搞到胎，人家偶像要王力宏，你為什麼不去創作華語歌曲？一定要來創作這個族群比較少的客家歌曲咧？講到了吼，其實冇乜原因，因為我本身我從細到大是講客啊。講客對我來講係一種當自然嘅事情，所以我寫歌曲嘛，當自然用客來寫，我是冇想當到講一定要用乜個語言去寫。那接下來還有沒有對未來什麼規劃什麼的？目前係要做製作人，要到拍嚟歌曲做製作專輯。也是中央客家專輯嘛。係個詩慧老師嘅專輯啦，還有李行愛還有做個曾仲偉專輯。你係製作人哦，當製作人啊。哇，他已經就是老師級的了。我嗎？那你還比他還厲害了，你還幫他製作，哇，那要拜一下了。好啦，那今邊嘛，我能夠榮幸啊，搶到亞軍的，擔任我哋嘅客座評審。本家參賽朋友啊，學習吧咧，樣向機啊，對吧咧？對。好，本家成績較好啲。好嘛。盡量不用強鬆來衝，好不好？那所有的觀眾朋友一聽到繼續支持我哋曾亞軍，好唔好？按傑出我哋客家歌手，按美泰客家歌手，多多支持我哋，好唔好？好啦，謝謝亞軍姐姐哈，謝謝亞軍老師，謝謝徐東哥，請你到。
还好你没有叫石峰北北。石峰。我会错咧哈。好，麻烦。积分水比赛规则，每礼拜有无同样的主题，参赛者七家先高的，经过6礼拜的比赛，累积分数最高的前3名，就可以进入到年冠军的比赛。石峰爸。石峰爸，鸭子那做唱的阿伯公嘿。八公八婆，麻烦唔可以公平那里啊。公布今日的主题。哦，今日主题哈，亲友医师啦，特别要介绍一下，这是很多哈，传统绕新曲混合在一起的狂想曲。哎呦，传统。那今天比较，所以今天亚军我们要请亚军做特别评审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们有今天小康老师很辛苦，因为这次比赛所有的歌手呢，一定要选一首有传统跟新的结合在一起的歌，然后在这个里面去抓到传统跟新歌当中不一样的地方，去两个去平衡它在中间的这个角色。那小康老师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在整个的编曲啦，在这个上面，让唱起来的时候，你除了底哦，你掌握底哦哈，第个你传统跟新歌当中我们的传统美在什么地方？这个就要利用新歌来表达传统的美。这一集很特别，加油！大家一起努力。哇，那金本燕那个节目的歌曲一定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厚汤。小康应该很伤脑筋。伤脑筋了，哎呀，听说他大概1个礼拜没有睡觉。对啊。哎呀，当年这些为了他要把这一些前面都秃了。流行歌曲要怎么样新编，然后传统歌曲要怎么编，哎呀哈。对。对呀。你的头发应该快跟你爸差不多了。没，我爸比较厉害，上面是假的，对不对？真的啦，真的啊。我昨天还在那个魔法屋前面遇到你而已。我去买父亲节礼物。太棒了，太孝顺。好，来欢迎 TV 杂志的朋友。总理带来流浪。今天呢的主题是老歌新唱，要把传统元素的歌带进流行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练习，但是我相信也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希望不会让大家失望，也希望不会让老师失望。Story beyond. Show me whether it is nothing real. My life like the purple page. It toss candy again, but by a shade.
好。哇！哎呦，你看今天就不一样，某空高都某空高。突破了。对呀。张力你 OK 的 ，Give me five。耶！你看他刚才客语跟中间还念了泰语，你看。英文。不是印尼哦。英文。他是英文啊。我怎么觉得好像你在念泰语一样？萨瓦迪卡是吗？给你们兄弟们懂。对哦，哎呀，这首歌应该对你来讲挑战很大啊。非常大。对啊，因为而且那个高音有没有一直持续在那一个地方？对呀，我看英国做先得嘛，该这一两碰先闪嘛，是吧？客家舞台啊，你做。我已经。他要突破。你选这个对啊，万一唱不好，影响两个粉丝。其实我一开始原本非常担心，然后我一开始回去，因为我有答应所有的老师，就是我要突破我自己，然后唱出不一样的张力。对，就是有时候我在像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地方是，它中间有很多很饶舌的东西。对，然后它有吗？刚刚有饶舌的东西吗？就是咬字上面很像，就是饶舌，就是在咬字的时候，因为我咬起来会稍微比较辛苦，然后要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练这一首。因为没他赶人啊，所以就唱来唱好了个相同的饶舌。好了，听老师来讲评好了，好不好？好，那我找一位最会饶的来。好，来叶老师啊，最不饶的是，最不饶人的，而且岁月不饶人。今天接不下去了啊，真好笑啊！张力，我今天其实呢给他比较特别高的分数，因为第一个他敢于挑战。就是说这首歌其实对他来讲是超过他的驾驭能力了。对，真的。对，真的，因为以你的能力来讲的话，我觉得唱这首歌，你在控制他的能力不够。我们这么说好了，唱歌的地方，比如说传统的地方，那个部分你的掌控度就已经不够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那个高音那个洪亮的那个声音往嘴巴里面吞。就是发音的位置还在嘴巴的前面，那尤其不用讲那个饶舌那个地方，它那个节奏感。那个节奏感没有掌握好，因为你因为像今天的比赛哦，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要把它分开来，就是说有传统的地方的时候，你要把传统的味道唱出来，刘三摸那一段，对不对？那你要把那个高亢再唱山歌那个，一下要伸到里面去，你嘴型一张开的时候呢，是慢慢的张，然后呢字慢慢的往里面吞到最深的位置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共鸣的位置。这一点你没有做到。然后当唱到流行这个部分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有强有力的这个 power 的部分的，你也没有一个字，你刚刚讲的时候没有办法掌握到那个位置，就是说一个句子里面有几个地方是强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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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对比。没有做出来，但是有一点我很鼓励你的，就是说，不管这一次的比赛是好或坏，你给我看到从以前开始到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精神，你什么都敢努力，就是说我能力不到，但是我可以去努力嘛。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我特别的给你鼓励哦。好，你要提供用板、老中这位所在、老发音方式，你把它加在一起，你要知道要有进步，不是说。光挑战而没有那个适当的那个实力去把那个你要挑战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就是要有那个胆，也要有那个势。你用那个胆去做，然后你要有那个能力，要有那个用心的那个方法去把它表达出来，然后这一段才会是你一个成功的一个过程，好不好？好，没问题，谢谢老师。欢迎粉丝。总毕业分数。谢谢老师，谢谢。93分，有突破分数就会猛攻用，对吧？93分，恭喜你啊！谢谢，加油，继续加油。好，几个礼拜啊？要3个礼拜。还有3个礼拜。3个礼拜，加油，好不好？没问题。好了，谢谢。做休息。杀了。旁边呢，帶來歐洲嘅海。來。今晡日我演唱藝術歌曲，按到歐洲嘅海。過去電腦杯表演也係比賽家下從都有參與唱藝術歌嘅，所以對旋律甲歌詞有初步嘅認識。希望今日藝術歌嘅會捧來不錯嘅分數。心肝命來哟，命心肝。
你们刚刚是在干嘛呢？你们在睡觉？就一个老师在弹，然后你们全部在睡觉。以后讲真的，那像县亚中国诶，就请一个吉他老师来，其他都不用来了啊。乌昨嘅海，依旧无人再来，航渡新嘅时代。乌昨嘅海，点亲的拼孤台，上头免去头牌。头摆中年行过天顺路，头摆中年开过太沙谷，头摆无人记得嘅头摆，一步一步紧行紧出。山那个唔那行，哦山那唔开咧，莫嫌了苦衷啊，阮那一个海，太阳路。哦，山那里有太咧，唔知了几时那有心人来。帅哥美女好，网友咪都会跳歌曲哈，嘿，有呢，唱的不好了，因为这个不会，每一首歌诠释，每一个人诠释的方式不同样，嘿，搞不好就有人喜欢听你的版本啊。对啊，可能伊较无习惯唱遐种按甜清的歌诶，所以我感觉乖乖。所以一条歌应该对你来讲要跳山动态啊。动态，因为过去大部分唱较传统式的个流行歌曲，这廖树国的唱腔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挑战很大。按到歌的好线，对吧？线来线一条余雄同会突破自己。一条较接糖多，纯的行啊无糖过。真的哦，所以一条旋律还有音箱的时候。还有音箱，过去在其他场合的表演或比赛啊，青岛国术会唱一条歌，所以还有音箱啊，都是有音箱。啊，其他的真嘅唔是糖歌，没有听过。哦，好。莫认真。莫认真。要再加油。糖下公平的公平。这位老师，我先讲我自己的部分，我今日。我今天真的非常喜欢你唱歌的感觉哦，周威海。我第一拜从海选到两行啊，第一拜糖豆不是用演歌的曲型来做挑战，我知道迄挑战一个部分它抖，我看到迄，譬如讲你以前唱演歌的时间那个抖音，你有刻意把它收起来，然后呢？就情感面来讲，廖树国控，你让你的温柔让这首歌加了非常非常的多分，还有你运用了你以前唱演歌时节跟哭腔有冇？你专一看转播吼，莫你记得个头摆，还有后背个闪歌部分第一时，我觉得那个哭腔运用的非常的好，而且很自然，不会让我觉得太油，好，给黑情感面哈，不过。技术面来讲，我最知道讲，因为你可能需要改变自己的唱法。古时候讲，你在收你抖音的时候，你忘记你 pitch 的部分，好，还有可能在后面
你情感用的过多了，你反而忘記了在唱冲山歌的時間，你音準就飄掉。這是我剛剛跟詩慧老師在討論，我覺得有點可惜。我今天給的分數是很肯定的分數，是肯定你有講，老師懂我講過，你不要一直在你的舒適圈裡面唱你覺得很拿手的歌曲。我覺得廖拜有挑戰到，讓我看到你很想要改變的心吶，這是我給你的部分。那其他老師怎麼樣，我就不曉得，等下看分數。好，謝謝，謝謝老師。我真的勸告一下雅君老師啦，哈。雅君。對啊，因為其實雅君老師，你有聽過他以前唱歌的這個風格嗎？比賽嗎？冇馬熟呢。冇馬熟哈。你講我今日彈去唱歌，唱兩首歌，讓我就有感動的感覺。哦，你有被他感動到？我覺得有，我自己是有，我自己有，嘿嘿。咁故事係從到周偉講嘅強陽社，佢哋感情嘅部分非常嘅豐富吼。而且有啲個專業嘅地方啊，像個上六台個六啊，因為專業冇做好，係啊，可能依個感情到嘅時間，你可能會去留意行業嘅運轉啊，有專業嘅時間嗰啲細節。謝謝謝謝。那看一下分數啦。旁現人的分數。哇，94分，沒有想到那麼多分。沒有想到那麼多分，因為覺得完蛋了，是不是？對，我想說完蛋。那個這技術挑戰了，技術挑戰。好，信心來了，好，謝謝。有信心哦，加油！謝謝大家。還有3禮拜，變下咧，好吧，回頭休息。好，下嚟。李景雲帶來美濃挑。來，等下。今日的主題，某一首我會唱，我先到美濃挑，我練當多年了，日練夜練。今晡日呢，來入比賽唱入美濃挑，我希望呢，我進步按住手。雙腳唔得路，半腳衝，樹難切條一道衝，山高難遊。甘蔗好生路圈圈長，連妹唔到一到哪裡找哪有？人人講我風流子，娘帶頭髮一道夢，奈何哪有？心肝命來有命心肝，三日無色一道夢，相過哪有？誰沒安將我面安風，高舉唔到一道心安郎哪有？誰多三更我思相擁，莫這流落一道真頭行哪有？哇，真的。兩位主持人也好。哎，景雲好像年輕了10幾歲起來。真的，哎呀。哦，有啊。喜歡嗎？喜歡這種亞種感覺嗎？一種編曲嘅嗰種方式哈。喜歡。對呀。咁今年就唱亞種就好誒。
吼，上司一点无限。以后讲真的，那像县亚中国诶，就请一个吉他老师来，其他的不用来。吉他摩亚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对啊，你们刚刚是在干嘛呢？你们在睡觉。就一个老师在弹，然后你们全部在睡觉。小康老师坐在那，两手放在大腿中间的。不是我们的鼓舞啊，说他会很忙，我说他在忙在哪里呀？对啊。我手要夹很紧，不然我会一直想弹下去。对，一直夹。因为我本来这首歌就只有一把吉他，这样。本来编曲就只有一把吉他。哦。我要一直忍住，要夹住。我记你了，辛苦了，辛苦了。可以放松了哈。因为真的对你来讲，没得动态挑战哈。挑战真的，因为以前不是弹过的歌。不是弹过吗？不是，他只有一把吉他。有啦，米农挑有啦，啲人咧节目咩接有人唱啊。但是佢有个方式做较传统的方式啦。对，但是因为一把吉他哦，我都遐心肝都人都个跳动起，还得啵啵表。对，也较清新脱俗啦。对，动紧张。心肝啵啵表表表。这谁的歌？心肝啵啵表表表表。来，糯米肠还是拖拉鼓的，我也忘了。糯米肠还是拖拉鼓？不知道这哪两团谁的歌，我忘了。那个徐世慧老师，金云姐啊，今天真的懂欣赏，你知道吗？我爱上她了，我真的好爱她的声音哦，她的声音是我完全没有办法驾驭的东西，真的好赞。其实今天从米农挑哈，我头一摆唐米农挑的时间，还这位老师冲诶。真给懂唐多的时间，我就马上打讯息给他，我说我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他在唱什么，我请他赖给我这样。那他唱的那么不标准？不是，是我想要留那个旋律，然后想要学那个旋律，真的很赞。今比有人又本来唐豆金云姐mo汹涌的表现方式，不过我真的觉得金云姐你真的今天很勇敢，因为对金云姐来讲，一把吉他，你按你唱，我知道你的负担非常的大。当他刚刚在 rehearsal 的时候，我这样躺在时间，我就讲这金云姐如果唱得起来，我一定要给多一点。就满分就好了。我很想，真的很想，但是不过给别人就是说，当然我们比赛嘛，比赛所以有几点没有可能，我建议个金鱼节的地方就会讲。其实亚叔国外方式啦，这么的甜美，这么的有旋律化的东西，其实两个嗓啊，其实就是很特别，没有人可以跟你比较的。不过很可惜的地方是你太颗粒化了，就会一张丝按来唱哈，就是旋律点它没有办法那么的流畅。恋爱不多一道哪里在哪有？听音乐就会讲，因为两颜色特。真的很特别，没有人可以跟你抢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地方，你可能暂时这么快的一个按段那录样的时间、比赛的时间，可能马上会跟人家共鸣点，真的有困难。只要你的共鸣点太后面了，所以弹起来上有因为我们想要放松的听这首歌，反而会有负担。我们会找不到放松点。我想要用欣赏的角度、欣赏的角度来看弹唱歌，这是我比较希望听到的。所以基本上我会希望说，这两个是我最衷心的建议。谢谢。我真的好喜欢你今天唱。谢谢老师。真给，安子 C。公司被警察干都要恭喜你。眼睛都眯上了。真的好喜欢哦，那就看一下你给他几分了。对，看一下。评语的分数。谢谢老师，谢谢。哇，T 拜啊，2礼拜分数好嘛？某一号啊，安尼还有3礼拜。继续要种分数的话，有可能前3秒没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好吗？谢谢，好了，会做。谢谢老师，谢谢。一条歌我条拜清奏，但是小学的时间我就弹给吴胜志老师，佢嗰樣時出一種專輯，係啊，卡帶，卡帶，嗰種做無言嗰種專輯，杜方注意一條米農挑，後面那一句我覺得就比較像我的個性。你有嚟講？人講哎呦，風流自哦。
多么奈何奈何。还这哈，哦，就听到这首歌，哎呀，好发型呢，风流子啊，风流子。来，杀了。林神怡带来《爱转了嘞》。我对于每一次的表演，我都会力求完美，当然这次也不例外。这次是传统老山歌跟流行的结合，所以我花了许多的时间跟精力在这首歌上面。相信我待会的演出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请观众期待我的演出哦。早茶为早，流山皮那。山依嘞，无赞啊，就落了你啦。自己亲切给声音，爱怨了当然给母子在呀雨唔起流下来，所有汗水给唔吹给思念给深夜表演，黑了条路山歌。思念黑衣要匆匆给先，一定爱比。所有相爱给爱爱给人啊，海甲好梦，嘿一定给爱带爱转来俩个所在，爱转来嘞，爱转来嘞，所有汗水给。吹给思念给生涯，爱永远记得，爱转来嘞，爱转来嘞，所有痛爱给相爱给爱爱给人啊，爱已经转来嘞。哎呦，你好。奇怪，给明年人都疯了。哎呀，没有啦，挑战几杆呢？好酷哦！可是神怡跳舞是 OK 的，是好看的。学了多久啊？它是好看的，应该只有2天礼拜。啊？2个礼拜啊？好2个礼拜哦。2个礼拜哦，刚刚前面还。人家是这边不是那个。有啊，他这有这样，哦。前面。罗哥跳的比较好看。你不要再乱夸奖他了，你不要再乱夸。他光那个 wave 就学了2年了，20年了。那对你来讲，那个动态挑战哈。对，真的是个挑战。学了2个礼拜的舞蹈。是。歌曲嘞？歌曲也是2个礼拜。也是学了2个礼拜。因为想要说国语哦。就是我喜欢这种律动，然后就是平常我都唱柔柔的歌。对，那我希望今天。那这首歌本身前面那个杂叉那个就是结合的，朱超伟。对，就本身那个黄瑜娟她在唱的时候就有那一段。对，老山歌的歌词。那黄瑜娟那刚好这首歌应该也是罗国立老师写的，朱超伟。是他的专辑。哎呀，那就请到罗国立老师来公平啊嘞。好，我先讲一件事情哦。今日比赛从 TV 张力开始，一直旁边人李金云到也那个新宇吼，也 CV 参赛者表演特别还不
本来一只动态的感同，就会讲，哇，每一个人都好努力、好认真，在为自己的演出做最大的一个对。我常常在我们节目里面讲一句话，就讲在核心赛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的不只是你的表演而已，更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看你的态度。像我觉得今天目前4位的态度都是在核心赛里面的参赛者所应该具备的。你看，不管前面你分数有看落开位参赛者，他还是卯足了全力，我就是要抢分数。那一份感动，其实有的时候他会比你的实力或者比你的专业来的抢分呐，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节目的每一位评审都是陪着你们一路走来，对不对？从外面的海选，然后到这个淘汰赛，然后积分赛，一直到这个核心里面，我们都是4位评审都是看你们这样一步一步走来的。所以你们的成长在哪里，你们进步在哪里，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好，那今天给我的感动在这里。好，那接下来我要讲新宇哈。郭希燕，你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乖乖牌，你唱歌就是很中规中矩，你的声音很疗愈，好，你只适合唱，你只能唱抒情歌曲，好，感动人的歌曲。然后今天听你唱《人来转了》嘞，我发现到你中音的部分那个 power 其实还是可以推的，只是你可能不是那么熟，不知道应该这样讲，没按掉给讲那个在声音掌控的技巧。但是我发现你今天上来转了的亚洲国外，你的中音那个 power 已经送出去了呀。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练习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朝这个方向去走就对了。我们后面还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2个阶段是，还有2个单元是你要唱快歌的。你如果可以再把这个 power 拿出来用在快歌上面的话，前3名，我觉得你非常有希望啊！谢谢老师，加油加油哈！谢谢。他准备出考题了，有2题是快歌的。嘿，所以这个快歌来讲，亚军老师，我想请问你，平常时可能较少演绎这种比较轻快的一点歌曲嘛，哈？哎呀，像甲唐吉唱的《甘光样板》啊。我去到去跳前，也可以是甲山歌那种的，停顿点做得拉长一点，就去搭几只的长夹嘞，那感觉会好像少了什么，还没享受到就结束了，对不对？功夫采用啊，还有个专业做得好，做得练习都好自然点，因为弹那球好像有点硬，就个几条歌曲的个感情的方面好像还没有到很到位的感觉。对。哎呀，那还是要这个面对现实的哈，看一下分数嘞。林生也分数。你先要输高的有冇？最分迄就伊。哦，我家无坐定强强的水平，糖到个哦。命嘛个，哈，按好啊。亲嘛亲伴走那哟。看下分数嘞。林生也分数。吓到，吓到！你吓到，老师你很喜欢呢。我吓到屁滚尿流了。我喜欢新宇这次的表现哦。因为他一直来都让我有一些惊喜嘛。对。今天又更特别的是，他把这2个的落差做得这么好。对。当然，在唱快歌的部分，罗老师对你虽然真的对你觉得说有进步，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强烈一点，就是说，除了放开声音以外，就那个不要那么保守的，还收在那个只冲高音的地方，听起来就只有这个上面的共鸣，应该可以整个口型在那个爱中的这种感觉，它要有一个摇滚的味道。所以这次呢是非常的鼓励你有跨这么大一步，相对的。你的发展空间那么大的话，我们的要求就更多了。那就希望下次你的进步更多一点，好不好？谢谢老师。谢谢。他一定想说，早知道不要发展的那么快。是啊，对啊。万一真的下一次唱快歌，然后他唱不好，然后叶老师又还把他真的降到20分。没关系，我那一集叫他请假。哎呀，每天希望叶老师不要来，叶老师不要来。希望赶快有足球赛找他，希望。哦。
恭喜你哈！谢谢，恭谢谢牛哥，谢谢安国谢分啊，加油加油！杀下来，吳佩云帶來最強嘅阿婆。今天选了一首超难的传统新编《最强嘅阿婆》。为了这首歌，我尝试了很多的曲风，来挑战自我。希望大家能看到不一样的我。爱的有几杂杂嘅阿婆，你本是退来出世，大肚山那边拉公，从小做工稳盘生。爱的有几杂杂嘅阿婆，你本是退来出世。大肚山都无疏通，从小杂杂为生饭，从家后为子种菜做工来勇敢，自信共传众里杂杂破，你在喊什么？人生公认，你是最强嘅阿婆。哇，佩云好厉害哦！天生就要来冲国的呢。真的，佩云你真的越来越进步了。谢谢。尤其我好喜欢你那个 B 段那个老人家，好好听到那三个字。哇，你做的好到位哦。其实要这种新创作的这种，那客家歌曲，然后加一点这种传统的歌曲，你应该会很多哈。没有啦。啊？没有啊。你应该有涉猎很多吧？都有在听啦，对不对？对啊，佩云很认真啊，他对每一种类型的歌哈，每一种某相同的歌位，他都有去研究。所以要从国对于来讲，一个挑战度应该还好，不会像那个什么安nen国啊啦，对吧？张力啊，他们唱这种歌，可能对他们来讲，哎呀，挑战度会比较高哈。对，哎呀，这个对你来讲还好。我比较期待他后面跳歌现场讲的可能练习会有跳舞的快歌，跳舞的，其实上班有跳过的啊。没差。穿得很紧身那个学生服的嘛，黑白应该是吗？对。如果真的快歌出来，你会不会紧张啊？应该不会吧？你很会跳舞，对不对？没有。那你要紧张。来，欢迎这位老师。好。
跟 Andy CV 欣赏。一直讨论到我讲评为止哈，连现在不止他们两个，我隔过去罗老师也跟我一起讨论。罗老师是这样，很弄讲哈。他到底唱的有多么复杂，需要你们这样讨论？我出来讲，根本啊，配云本来的感觉，我在这边听他唱这首歌，我好像在洗三温暖啊，真的吗？用白讲，一开始啊，你搞的时间，爱迪他就有点飘，我就不知道是因为他因为头前。当高分，强到一样用白。一开始给唱歌，我想说完了，这个歌你怎么一开头 pitch 就不准了？我就开始很紧张，因为吉黑矮他是我很期望的选手哈。后面主歌的部分他越来越好，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改掉了什么？他改掉主歌啦，给改一给鼻音的鼻腔共鸣的部分，我觉得那个太好听了。你有发现你嘴巴张开？以后就不一样了，然后他整个让我进到歌里面的感觉是很侵入内心的。然后呢，到了很可惜到了那个副歌的部分，可能又冲高音，他又忘记了，他的鼻音又出现，他鼻腔共鸣又出现，高音的部分特别是高音，但没有某以前按明显就唱嘿，我知道你搞了等候，而且他的声音有。就是甜底白度，又有一点 power， 我觉得他 hold 得很好。然后最让我惊喜的是最后那个杂茶，一杂太琴茶，因为歌的本身 Hellboy 应该要用假音来唱的，他竟然用他自己的真实厚实的声音，来吃动来糖豆两首歌曲，当无强用的地方，编辑一家的歌的，唔係正宗味唱的歌的，来吃到迄幾個歌的。然后呢，那 give me 不能懂国的粉书，你一定要转回去，谢谢小康老师。这个歌大概我听了这么多遍，这个编曲是我听过最好听的编曲。哇！我觉得你今天有很高的分数，你真的要谢谢小康老师。你是说把电视转回去，还是他现在人转回去？哦，没有人。所以你看他这个礼拜我是认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而且你看他那一片是假的，我也觉得假片秃光光了。莫安讲那一片是他送给爸爸的，他先试用。他跟他爸爸都是魔法屋的 VIP。不过我要讲的是，刚刚在录影前哦，小康老师就先过来跟我们说啊，老师这个选手们哦，他真的很关心选手，他就像大哥哥一样，他说哎每个。选手都改编很多，然后希望老师等一下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多体谅一下。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4位老师他们真的都觉得他们很棒，对不对？真的很棒。好，那等一下你就知道你的分数是多少。好，加油！好，要不看一下？看哪个分数的？偏远的分数。还好啊。这个礼拜是怎么了？哇！罗国立老师才给23分，但是问题加起来，加起来97分呢。我还以为他会9897已经不得了了啦。真是的，97已经是我在这里给佩云一个鼓励，主管佩云，你一定要想办法的把你的鼻腔共鸣这个缺点改掉。哦，警告。我刚才真的是一直在思考说要。给你一样27分，但是我希望要1分，就是他们先 Q 好了。好，你把那个鼻腔共鸣这个缺点，你就懂习惯，一到高音就鼻腔就出来了，会很腻，把它改掉，我的分数就会一直往上冲。好，加油！好，加油！谢谢哈，谢谢，我在休息哈。我在想他的偶像会不会是那个蔡秋凤？要不然什么的？3好了。翻面文带来初一走。来听啊！初一走呢条歌的，我都世界最疼爱隔壁的林莎苏白唱歌的，所以对呢条歌的有炸满的熟识，希望大家的人爱加油鼓励，本来顺利过关，加油！
真嘛真伴奏啦，哎呦，哎呦个有情妹啦，又来跌在民啊民冲头啦，哎呦，厝啊三走，厝啊四走。死不掉，哎呀，姑啦，阿哥妹妹，票子安难死呐，金彩电片，亲嘛亲伴奏呐，哎呦，哎呦个三八妹啦，金彩电在数啊数。做票啦，哎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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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厝啊五走，厝啊六走。黄连玉老师的这个 feel 哦，哎呀，有，赞，按客家歌曲最头摆人创作歌曲的时节，歌词的时节，全部懂出奖嘛，係啊，非常出奖。今日先下首歌有冇？最歡喜就伊。哦，我家部坐定強強嘅水平，彈到嘅哦，名乜嘅？哈，暗號啊！哦，真係啊，哦，佢木柱都撿起來。哎，你帶來他的福利耶！要輸歌後我就不便多說了。我對於嚟講，我一直動態挑戰啊，對嗎？啊？哦，對啊，因為邊講話邊唱。有賬號有成果哦，練習的時間變種做生意哦，較無限，練習的時間較少。啊，一拿到個總共先嚟了過個。張看到歌詞噶，哦，按多，係咧，唔對。阿曼你敢先的喏？是個偷噶，這個偷個喏。啊，係沒連衝的時間，對人去個不用衝。世界較接糖豆就隔壁連沙就。因為講細講真的，哎呀，如是糖果。真的哦。出去走嘿。唔一聽糖果的啦。講起歌詞，一聽到糖果。哦，一配他說哦。後來的唐一下那個徐世輝老師的歌曲。世輝老師。明文大哥，其實哈，如果說今天講的六位參賽者哈，六位參賽者來講，我覺得你是除了金雲姐之外，你是最具特色的。嘿，永遠講，你知道經紀公司要唱片公司要讓你出唱片哈，我覺得你就風格很明確了，你不用講了，就是很明確的，就是這樣的歌型就是適合你，好，就是適合你。啊，就會講。因為我家老先生、一條先生在討論某個東西，就會講，叫做因為講你還不夠痞子，唱得不好意思，哎，就是還不好意思，還有在表現在歌詞上面的部分，我覺得你的音色可以再緊實一點，就會講確定點再多一點。既然他按你衝音的方式，你真係把它標到馬角度來看，就講像講法樣誒。
真件做常用讲法的方式来冲击，最好让老娘的朋友讲法，老朋友讲法不会扭扭捏捏嘛。所以我就是在跟朋友讲话，我就是要斩钉截铁的去讲，我要讲这句话，我就很清楚的告诉你，吹奏、春一奏用板型，用这种力道来唱的话，它会更带味。然后你再像还有一个就是表演的方式，像那边当管模轻后波给记啊，你如果力道你真的来宽动牙动作的时候就一半。当管一点点，可是如果你真的敢下，那可能那个感觉的力道会带着你的声音跑。那我会觉得会表演的，我今天如果要给你满分，给到26我都敢。我觉得明文大哥你真的很会挑歌，这个类型的歌真的很适合你。不过有一件事我要建议，因为还有三個禮拜的比賽哈，3個禮拜的比賽，因為透過的方式，它其实是因为是比赛的关系，你的风格越独特，越会掉进这个陷阱。你会很容易没办法跳出去。所以你像刚刚前面的一些参赛者，他已经开始拨开了他的一些附件，就是他的束缚。所以呢，他的可能表现讲，像我举例像新宇这样子，他可能马上就脱，像金蝉脱壳一样，马上就开了。可是你现在风格太独特的时候，你想要脱开，你要怎么脱开？这个你要思考一下。OK， 谢谢老师。脱嘛，好，你慢慢来。雅君老师要不要补充一下哈？哎呀。I give me 看也表演就动态片。有跳出来的感觉，我其实从老师会老师讲话，感觉好像还没有到很放，不够放。如果去做咧好变快来唱的发挥还那好。哦，安子谢，安子谢，好，嘿，安尼看一下大家分数。好，翻面文的分数。就是他们对不对？对。好，啊，你以后你就懂事，他们就大礼拜就献黄连玉老师的歌，是吧？大礼拜弄过分。恭喜，好来，可以做休息。谢谢。好，也就进行咧传统组的比赛啦，中央迄第3禮拜啦，吼，哎呀，加他啊看到迄流行歌曲就从传統來新編咧，創作無可米多，也看咧傳統組咧。编嘛个贵，好，介先介紹評審先生，李秋夏先生，羅宇先生，蔡啟先生，丁修峰先生，先有請到李秋夏先生來講一下今年的主題。今年呢，咧主題係乜嘅呢？小條嘅對唱啦，咧參賽者一個，基本上一個對唱嘅非常有默契有夾索嘅。嘅 partner 嗬，所以今年呢，呢唔過對唱嘅方法，呢是磨練面對呢評分嘅標準，唔過強咯，我唔記得歌詞，你整體嘅表現我也好到位，所以冇緊張，你係創業喎，加油！來，有請到第一組，係呼風期泰國由吳秀純帶來失戀歌。好，嚟聽下。禮拜當用現來請到吳秀純 partner 來參加農業大擂台嘅對唱。希望禮拜對唱做得有好嘅成績來表現，希望大家人認同，什麼大家？长夜来思念，真思念，大阪啊流山妹，大阪啊流山妹。大阪啊流山妹，大阪啊流山妹。
来强势，两伊强势，强势一球变过来，悠悠的哟。两位啊，客家天师台有颁奖的呀，系啊。好，全勤奖诶。所以两位有冇得奖啊？我得奖啊。啊，从这比赛的量啥就安排过庆祝嘛。啊。哦。就这个之前就收视都有哈，是吧？哦，唐公腾给当做偶像哦。哎，操！去年年度总冠军第1名啊。哎，对哈。对啊。错。哦，所以讲个成就比你较好。比较好，操。你就视为他为偶像。对。啊，你哦。啊，他也有带动我，像这一次表演，带动我唱得好一点。我当公下一种啦，老给对呀。哦。哈，唔变一种啦个。变下一种啦。我都种啦去。哎，当公去。啊，等于练习吧。练练练搞，哎呦。很实在，很好，你真的。很好。懂心，哎呀，热心呢。懂热心啦。好，那两个人为了今年的主题比较丰富啊，吼，付出非常大的心力。是啊。是蒙人呢。哎嘛，啊有心哈。啊，就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啊，好嘛？来。有唱到秋下欣赏。刚刚按照整体的表现哈，秀纯是活泼的，啊，方琦一个加入哦，你的面孔啊表情是僵硬的，哈，因为我们对唱的话，两人就是整体的表现，所以你给你这方面你还要秀纯的学习，哎，你上台就是自然，要自然。可是如果你还看你一上台，你平常是台下就是还嘻嘻哈哈会，可是你一上台，你的脸上的表情就是僵硬的，就是僵硬的。啊，僵硬的话，你是没法度将你最后会呈现出来。像你要是歌曲，我要搞亮谱，我了亮谱的时候，我什么的唱法我就没按唱哎，我迄个。主动找他，因为我认识的人也不多，他挑人认识，他都认识厉害的，不厉害就不认识。不厉害的，没有啦。像吴秀春你就不认识，对不对？没有，这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像你要是歌曲，我要搞亮谱，我了亮谱的时候，我什么的唱法我就没按唱哎。我迄个张眼泪丝啊恋，真啊真是恋，打扮的有啥么意？打扮的有啥么意？打扮啥么？啥么个是年老来悠悠的哟。啊，是亮谱的感觉。啊，所以你讲亮啥对唱，亮板拿出后神经，你这个有特殊的表现啊，所以一步就唱不好了，还唱到2步。所以练啊，练啊。我的意思说，他一步就会唱得很辛苦了。不会，你要是歌曲你好好的练，能够将你两种的唱法哈，而且合唱，所以表现会更加好。所以我希望你的客户有更加好的成绩，加油啦！好，谢谢哈，我这看一下两位的分数了哈。傅风琪的分数。修纯只有天数都比。我这都真紧呢。伊真的请了呀偶像啊吼，要自信心就会充满起来，就唔会听不用的歌词。刚我唔记得呀，会拉熟啦吼。刚才还看佢提醒他呢歌词。哦，有提醒他。有。偏懂两懂母汉呢。好，安尼感谢你同佢天数哦。谢谢你啦。啊，恭喜啊哈，九十三步非常过关，还有3礼拜。加油！这边啊嘞哈，可以做休息，按姿势。杀下来。罗水莲老刘福清带来片子歌。非常感谢我3个班的同学刘福清刘大哥愿意让我对唱。我老记喊佢上班冇时间好练习，喊我要对小调下唔错，所以我就空我是配歌词，希望大家顺利表演了就片子歌本大家欣赏，希望大家。娘啊
水莲子啊！帅哥好，你好，阿庆哥好，海轩你好，水莲子好。哎呦，你有没带了条歌是否有弥托了？对呀，演同班同学呢。啊，同班同学啊。同班同学，他学长。从小到大吗？学长，哎。同班同学又学长。哎，他先在我前面去嘛，我后面来，一定要叫他学长。哦，不长哦。嘿，狗冲版的同班同学。狗冲版的啦哦。他是前辈啊。跟俺们冲要我唔来比赛。嘿喏。啊，破全国。做些动物汉的。你还在做些哦？做铁工机械工厂。哦，机械工厂啊，哦，这个贵工厂嚟啊。晒到呼啊！哦，晒到呼啊！安尼好看。要都係北撞係唔嘛？啊，較在乎較輕口牌。好啦，要來談一下那個羅芸芸先生的貢獻啊，嚟了解哈。好，謝謝，好，謝謝。好，今日你推崇嘅吼，我講下整體嘅表現哈，就係你六台歌吼，你唱嘅你感情呢做得係歡喜的哈，因為應該不用入信紅咧哈，應該上任運動會彈起來係輕鬆，哈，和你講兩屆彈起來上任係夠穩，就係你老太子哦，你從一動歡喜吼，係動事啊，動從冇乜嘅平指導哈，所以你感情可能會落去揣測一下，哈，就想一下，因不用入信紅嘅些嘅上任係歡喜的，哈，唱出來係要盡心的。香港入建議，哈，你當習慣唱到你係最尾嘅時節會漸慢，唱嘛，哈。咁講你每段呢，你係見到漸慢響夾咧，就是太早漸慢咧，所以你就睇一等。緊等繼續會結束哈！你做得看你係主持人，佢哋會上台一些處理，佢個腳蹼唔啲嘅，行出嚟冇行出嚟，重新慢哈，所以應該漸慢冇按夾。好，不然建議。好，欣慰哈，欣慰。安子誰？他們的兩人可以跳恰恰的。前進後退，前進。不知道怎麼辦。來，看粉絲，來。羅水蓮的粉書。謝謝，好，謝謝。衝到1號93分。討厭啦。哎呀，好啦，謝謝兩位。謝謝，做休息。好，殺下嚟。范晴惠老鍾漢一帶來出一招。哦，嚟點啦？你喺地上咧，喺繞牆度，上擺幹卷咧，鐘漢二小子，佢兩個配合，很相信咧，能夠得到下高分。
新会哥，还有姐姐，好久不见哦。运气很好啊，系啊。有呢。因为抢得多啊，那沿途冠军的歌手嘞，嘿啊。啊，属20人简直属实嘞。你是哪年的全咯？部系啊，在强烈的啦。韩毅姐姐变得好活泼，真的哦俺给我们看到整个潜力都开发起来了。比赛呀。哦，不用强输的，系咪？心情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心情不一样，跳摆会紧张哦。不会，这个比赛会紧张。比赛时间一定战战兢兢啊。错啊，讲评审先生讲有为无的。是啊，看一下你评审先生今日有讲嘛个咧。係啊，咩夏先生咪講埋。好，今日參賽者先開講啊，來一個韓語手指哈。人講對唱就一點人講默契嘛哈，就是默契。尤其啊，你嘅動作方面，你要針對人家嘅動作，像就方場前面來南搖，嚇嘅動作一定要做咗。哎呦，浪機神哦，啊，佢揾拿嘅神邊講，佢每邊講天天就南到，如果哎呀，阿哥也係也神到呀。所以也嘅藝術相當強壯嘅處於就會對唱歌曲。今日尤其要人家嘅鐘漢儀小姐要帶點咁樣嚟嘅現場嘅表演，我嘅阿千開哥今日表現起來就較無窮樣。哎呀，嚟心肝買雞要帶嘅啦，面啊面裝嘅喎，哎呀！繼續加油哈！好，謝謝。按你分數應該不差，我哋看一下，好不好？來，范晴慧分數。今日先生97分哦，羅燕先生本到滿分呢。哎呀，用版。基本我為本你係范太哥，韓國鍾大姐你係做滿分，係因為我渠道，呢啲挑戰從起來嘅感覺如何看？如何談，冇像啲嘅比賽，好，所以你就係呢啲係講要參加比賽呢，就得做到按樣性嘅表現，我處到唔但強係你哋平常時嘅練習，你哋運動係在你係各方面嘅條件都當好嘅，你係情況底下，就要按樣性嘅表現，所以我加入分本呢啲係因為我處到你係咗當好看嘅。表演，好，很好看的表演，謝謝。謝謝，哇，一共呢兩位哦嘅分數按過嘛，出鏡。係咪？97分啊，嚇死人啊！多謝我哋天氣天數，分數按過，係啊，恭喜啊！繼續加油哈！3禮拜，還3禮拜，加油加油！謝謝。好，我哋可以做休息，來，謝謝，按住先。撒下來，分享陳淑貞到中鄉曲帶來鬧五港。來，騰啦！我今天請來了鬧熱第1名的張香菊與我對唱，但因為練習時間有限，所以很多地方沒有100%的把握。希望這一次的演出可以很順利哦。
哎呀，哇，好看，哎，香口阿哥，哎呦，今日遐，因为反串做谁来咯？因为唔要去做这啊。哦，太哦，我讲到唔做谁来做是讲的呢，做到上瘾了，因为双拜有哎。哦，来做过2摆，系咪？美珍也是唱那5根啊。哦，人家做谁来啊？嘿，要做谁来？奇怪吼，因为特别迄有安尼对唱都唱来做谁来吼？较狗胎啦，吼，较冲啦。哎，你有没有音色啊？学妹。学姐哦，也是一个同当歌唱班的，哎，跟唱起来，嘿，老师推荐，要你自己主动找他。我主动找他。哦，你们感情比较好啦，吼。哎呀，你很聪明呐。因为我认识的人也不多，可是我们练歌很难，时间很难搭。他挑人认识，他都认识厉害的，不认识就不要，不厉害就不认识。不厉害的，没有啦。像吴秀春你就不认识，对不对？啊，没了。啊，吴秀春也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他年度离很远，他呀。离很远呐。哦，那个唐一下那个邓秀峰先生的贡品啊，秀峰先生，两三家安尼对唱啊，吼，讲实在啦，关于讲默契吼，客家话讲对答啦，吼，两三个对答吼，可以啊，安尼当吼。不过吼，你啊，既然係男女對唱嘅吼，我係建議講吼，誰來就會玩誰來唱，誰妹就誰妹唱吼。今比起講啊吼，角色來對換一下，蘇振來唱嗰位男生，而你鄉曲吼來唱誰妹生，可能會有較好，因為鄉曲嘅生吼，小可較沙啞地位，較暗生地位，你看你嘅你嘅鄉曲一開始娘啊娘，你看一講你就開始用誒。就嘅上就實體的哈。娘啊娘，一港里。好，加油哦！哦，謝謝。我來看一下分數來。整數整的分數。來，要開始走秀了哈，要走秀了。來。进行曲，你也可以这样。来看一下分数来。整数整的分数。你做对啦，好容易呢，充满你动力好呀，94分。哦，恭喜啊！哎呀，多谢你啊，多谢你啊，谢谢。好来，会做消息哈。下嚟朋友情老赖情人帶嚟雜茶情歌。今日係愛對唱，我當歡喜繞腸道來青年台歌，要人愛對唱。啊，不過對我來講係最大嘅挑戰，因為又愛唱，又愛表情，又愛動作。上次唱啊要3記的動作，或者吼青年台歌去當耐性嘅體現愛，不愛指頭，希望大家人愛加入我。张啊爷啦的来是啊新年喽。
啊查某。插開啊糖花，我愛插來開糖啊花開糖花。小魔睇啦，係，帥哥美女，帥哥美女，兩邊有咪丟到啊？女情記啊，朋友介紹誒，朋友介紹，騙你做乜嘢啦？吼，莫講騙主國啫，咪騙主國。之前魔術師啊，魔術師。上擺魔啊些就看到機啦。哦，佢也跳過練習球誒。長練2個禮拜，練一道邊。兩三遍，難怪大家看呢。阿能盧卡攏帶拳嘅地方嗎？冇啊，30公里有。加你個練啊，唔去盧卡，哦，你看他個沉水朋友味都啊，比賽咩有心呢？好，啊兩位今日表現，有羅英先生，好，羅老師。首先，我先講吼，胖台仔吼，你千年係來青年台個來對唱，當時合用辦講，因為你都該上任聲線非常該答，吼就係非常該好，因為來台講應該上任該特色就係你的鼻腔共鳴雖然多，吼咁講唱出來個咬死動清楚，吼香港應該線條旋律韻味，吼做得出來，吼咁講呢兩位則建議就係從呢首歌曲第一。調慢一絲絲咧，吼，雜差雜到調慢咧，吼，你睇會落山咧啦，吼，所以就係夾定吼，莫按慢，唔過免係當夾哦，吼，速度再快一點點，再過來呢，係唔係你係 key 調大咧，吼，做得高一絲絲，吼，看高個半音，吼，或者是一個 key。我覺得應該都可以，應該去到運動度做得，因為按應該上應該表現度會很下降。所以你係下唔好計猥瑣，就了解缺點嘛，吼。是這樣。所以家有啲嘅缺點啦，所以人哋會影響動態嘛，吼。來看一下，朋友請嘅分數。還好啦，90分算不差啦。哎呀。哦，謝謝你的分數呢。上禮拜繼續加油，好，3個禮拜，不要失落，不要失落哈，謝謝。哦，哎，謝謝哈，謝謝兩位，回座休息啊。好，Hello，林桂蘭、老陳元生帶來頭髮開。來，彈卡啦。喺老青台歌屬實20年呢，強下都冇本人表演有19年時間，四川冇當多嘅練習，兩沙親有默契，100分嘅好搭檔，相信了去點點嘅表演，我本台這個卡手機講讚咯。頭髮開來，腳髮哪裡望？過來相愛，身上兩三行，也想來曖昧，也要哪裡整？你想來曖昧，想哪裡藏？愛爭愛，三來曖昧，救命哪裡放啊得喲？心肝啊！
酒嘞。5点酱油也用哪里蒸？木香甜酱油香啊哪里冲？高酱高热点酱油救命哪里旺啊的哟？头发开来脚把哪里摸？明明嘅老妹要计两三下，老妹计肉烧当地鸳鸯蒸，老妹计人参当地香鸭汤，妹张妹两眼高清救命哪里放啊的哟？心肝阿哥你用为安定，讲爱就对了。该老妹要该好东西，父母来生爱要该3天饱，阿哥嘿安来老妹加半该是好嘞。高酱高两人相好，唔好半年的呀对了哟。绝对是莫不言的哦。头发开来就把哪里摸？两眼爱天书笑容容，阿哥爱真心对妹好，将来结生好颜容。好将好，将来结生好颜容啊！对哦，摆5分钟，5分钟，5分钟，对。马个清醒，马个清醒， pose 摆 pose 哦，摆 pose。该用那要紧起来喏。妹妹，今天还穿短裙呢。哎呀，好，来要开始走秀了哈，要来走秀了。来一起走，啊对对对带电梯啊，走台步情侣哎装啊，一起走。嘿嘿进行进行曲啊！进行曲你也可以这样，进行曲你还可以这样，自由拍呀，你也太自由了吧你。没有，现在结婚很多人都现场，现场都 kiss 了。你刚刚那个好像是在走离歌一样的。进行曲。要不要我们玩那个嘛？嘿，玩什么？玩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你跳这个，你跳这个，你跳这个，现在这个，你现在这个，来了。对了，偶尔都有我在练的。来，好，下次快乐这个，下次还有3拜嘛，3禮拜嘛，哈，你再學一下，好嘛噶。要三太子的舞蹈啊。哦。哦，你有没有说是这样？歌谣班的同学。哦呀，歌谣班哦，同花是。对对。你的学长。这是理事，你用理哎事，长。也老师。没爱老师。啊。理事长哎。理事长。哦，所以要硕士董叫有少啊？硕士冇嘅叫300人嘅。哦，300人。哦，阿公你幽默了呢。所以啊，好朋友啦。所以貼嘅有唱來了。也來屯妹係強班的同學係咪？哦，哦，安碩士啊，300人。碩士好朋友，來談一下那個車奇怪先生。安尼貴蘭節啦，安尼原生果吼，今日帶來一個頭髮開，我原生果冇乜問題哦，
佢不管從頭到尾，也個扮料也好，咬絲也好，做嚟講也係當好啦哈。可能就到歸蘭節嘅時節啦，要多些嘅腳啦哈。幾腳嘛嘅呢？腳音樂，但是有音腳音腳，就講冇親吻，尤其在體團嘅時節。還有外國最主要呢，就係一個音嘛，在高音嘅地方，感覺我多些我衝唔上。但是好啲啦，佢咪有一個原聲歌帶電嗬，要同佢一樣帶電來唱啊。2-3年默契，尤其到最尾嘅時間，即係親和嘅時間。所以一個歸蘭節，喺拜自己要注意下，聲音一樣避開，自己一天要練啦，一天多些要練啦嗬。佢咪嗌講過咩？原聲歌要本加分嘅。一個作用哦，嗬，然之間咧係要扮了一天愛活愛猜，一樣分數就會較好，好加油哈，加油！謝謝老師，好，啊，呢個看下兩位嘅分數都。林歸蘭的分數。還好呢，又是一盤牛。啊冇啱你。啊，冇啱你。係啦，我媽媽講哦，兩位係有啊，叫啱我，佢講好，佢啱然後講，我看天是看按舊來，終於有那個福報，不是，對，有福報了。他講，我會好好答聲。答聲係嘛？喲，該是我咁樣哦。哎呦，要慢慢。該老人家係講該是像意思，該是怕用人的哦，太麻煩哦。歸蘭節，歸蘭節，天是看佢叫嚟呢。歸蘭節。唱歌嘅啊，還有唱講法台上就好。哎，我媽媽是你上嘛，係哦，係是哦，媽媽，不是夢。我唔敢哦，係啊。天時可能叫哦，了會該攞主持人講法哦，有像啊。我諗到見我阿彌陀，阿彌陀。開心啦，開心就好了，開心就好了，繼續加油啦！好，阿子謝啦，阿公，謝謝你啊！好，來回座休息哈。今晡日6位參賽的朋友已經比踢了哈，每一些吼攏是緊要關頭，大家要加油啊哈！係啊，今日大家只有動精彩的表現哈。係啊，下禮拜安尼參賽朋友要帶來乜個好聽的歌曲限定，大家準時收看安尼節目上嘅。還有當多朋友好唱歌嘅，夾夾來報名哦。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係，等下都來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咩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子生，謝謝，多謝辛苦嘅又夾又慢嘅小強，謝謝。同時大家忘唔記得咯，下禮拜空一段時間嘅時間呢，老年大擂台，老年中下來，拜拜。